你尿那块。不好意思，这个落差是1盘跟1颗的差距。误差几个6？好厉害呀！不要那么得意洋洋。不是鼻子的误差，鼻息梁柱哦，有多么准呐！蔡卡都很厉害的老师，而且他最爱的是 Hello Kitty。猫也醋，梅子醋是女儿醋。莱尔有吗？莱尔有来吗？没有。偏心啊！你要去掉它的壳，再去掉里面的皮，天哪！所以超这是很难的，比夹鹌鹑蛋还难送你哦。们哦。刚有人在呛我，有人在呛我。那我们这个有准备多一点量，我先吃一点点起烤吗？你吃又不准。挺憨哦，挺鲜哦，哎，那我算。客家乡亲好素人，料理功夫大体验。在录了是不是？开始录了，不然有点私人情绪带出来。好啦，主要就是高手的部分啦。因为你看哦，新的一季哦，来到潘瑞地百度哦，最大的改变就是双北市客家乡亲来咧。真嘅那样诶，其实咧，你睇下啲的吼。土种苗呀个天气哦，系客家人青岛其中的素菜。不过呢，都松北天气咪系穷样，因为有青岛可能系加工类啊，做类都要到毕业做生意啊，出来都要到毕业变成是台北的第2代嘅客家人。吵。呀，到呢其實落地上見到一個台北高氣話嗬，咩當用前面都推廣一個客家話，中人媽媽、爸爸，一就最強用啊。那就是最佳代表，就話傳下來，哎，展現出某種類嘅杜甫客家特色。冇錯，嗰時候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阿謝林師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。謝林姐好，主持人好。咱今日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。我哋講翻嚟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李陽哥好。接下來呢，我來分享到來自於新北中府嘅表姊妹嘅，分享到古敏慧、老呂聖賢2位太子，分享。蔣歲妹嘅，而且係老師哦，還有信上好，厲害哦。好，我們看一下咱隨的一片哈，哎，分享到係來自台北內府嘅表姊妹檔，呢條係郭月桃、張素霞。大家好。大家他念到張素霞合到嘅，因為我媽張素秋，她自己偷來哦。好，先來大家注意下哦，敏慧老師都要教書20年的時間呢，係教那個科目的，都要教全科的啦，對全科，而且唔講我會教客家話，又教客家話哦，你係哪頭邊客家人本身？苗栗啦，就長到係苗栗橋，苗栗係啊，家高來到台北嗎？從細就到台北，天二胎啊，係，哦，嗰時候係咪教好教嘅學生係講客家話？衝果誒，哇，客家歌，好正。有教口字啊，談講，喊會老學生去做客家嘅衫。真見哦！我用嘅客家嘅皮蛋鋪，發做做這樣嘅，像有點類似那個肚兜那個樣子。很好，我都那件教書，應該不送人。你要轉那個學期去上，對不對？你超過這個，姐哦，太久了，你畢業了。新莊嘅頭前。頭前國小，係啊，敏慧老師哦，對呀嘅客家文化傳承當用心。不過呢，聖賢姐妹係強用哦，佢都社大教書，對，農會跟社大，農必老社大叫食農教育。食農是什麼東西？從產地到餐桌的這個過程，讓那個學生能比較了解，把季節的食材發揮最大的用途，這樣子。還講哦，你食東西食得超。吃到原型食物的話，就是從基用才可以用皮膚暗漿，不用化得那麼漂亮。韓國唐基龍沙廣播哈，哎，我小時候就是那種專門欺負這種老師的，太溫柔。那去罰站？哎，可以嗎？要罰站嗎？要。不然啦。好啦，但將喺唐亮嘅欣賞講法，就提供給他一聽懂不祖傳，而且你聖賢姐又會做食農教育的，有得變哎。係啦，非常的期待。我攬出嚟一片，也不是省油的燈哦。哦，來看一下，歡迎收看《鬧熱打擂台》。沒有啦，因為基隆沙就係散購誒最佳代言人。先從一個老三哥好了。好，來。好。
扎扎爱扎，两三皮那，三一六，莫扎啊，就落了你那。哎，厉害嘞！来，师傅强棍混手。中气十足，启动冲。唔错，看唐客家人冲歌曲吼，就提供你整个全部用丹田都用力，因为呢，张子有拍拍钳上钳到暗讲。超。对呀，像老师都好高没有搞冲歌搞冲歌的。对呀，你们就这样我做唔得，声音呢做得，声音唔得，拉长音啦哈。好，小解睇住係感受到，今日攞嘅四朵花對非常有才情，因為提醒一下大家哈。对。哦，性格之貴，有冇強那個貴在？就是每一個單元 any 都有幾分的哦。對，我們知道。那剛剛這個唱歌沒有，那是單純的才藝表演啊。啊，等一下，大家觀卡哈，大家單元都有幾分哦，總強最尾得到最多分的是今日的人家了。冇錯，花梅公安度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向前變困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福卡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呀，是呢一季當中哦，假如講到係累積積分制嘛，哈，我來 PK，啊唔過都帶我來比嘛嘅咧。係啊，當然就係基本功啊。像安尼改下就讓兩個就示範了呀哈，就那個打，沒問題吧？四位美女。那個一點。冇啦，個基本功要分做兩隻配合，第一隻配合會考驗大家係穩定度，第二隻配合考驗大家係精準度。哦，咁先來講一個穩定度嘅部分，各個派出一個代表，對不對？來，我們先最穩定的女生聖賢。來，我們派素霞，來。素霞這個名字有點殺氣哈。有哦，有這種肅殺的感覺。沒有啦，本來是人字霞呢。公司。好啦，穩定度對不對？都當然用了筆，我們等下先開蓋，好不好？數到1、2、3之後，請開蓋哦。好。1、2、3，請開蓋。嘿。呀，這個用誒鵪鶉蛋係冇？嘿，錯。要用筆的。好，大家兩下就看到吼，我頭前有15隻嘅鵪鶉蛋。對。等一下吼，我計算呢種時間哦，可以實際係因為老兩鵪鶉蛋夾到人為只判咗蛋糕。描述中的最小該注意是做得到1分，但是有一個小規則就係講，假使你嘅口腔動作，然後你要在鵪鶉蛋夾爆，假使機會痛又喊出來，這樣就要加10秒。那他沒有喊出來呢？5秒，開玩笑啦，假使就爛開啦，破壞開啦，都站最靠近。來，夾到了。等一下，我馬上說計時開始，他的秒數就快4，所以你們現在先預備好動作，好，正式就開始了。夾爆。就會加10秒，假使佢跳出去，我切加5轉來哦。咁就5轉來啊？吃掉。掉地上呢。老師，那是食農教育裡面。勤儉持家。好了，準備好先嘛。深吸口氣。確定了。瞄準好了哈。瞄準。計時，搶開始。來，夾。精準。哎呦，其實動難呢。製作單位該不會有先穩 U 吧？不要害怕，不要緊張。目前藍隊領先，穩穩的，好，很好，平穩的，不要緊張就可以了。哦，不要緊張。嫁過去的時候有給婆婆先考驗過。我們目前剩下1、2、3、4、5，很好，老師加油。寸4粒咯，沒有，他亂講的，老師不要緊張。真的是，寸3粒咯。不要緊張，老師加油。好，平平的放過去就好。老師，你是開始出汗了呢。老師沒事，老師加油。老師不要講話。好笑。老師加油，差1顆而已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剩一顆。老師你加，老師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。舉手，完成。沒關係，我們還是要完成它。舉手，姐姐。我們還是要完成。老師不要緊
紧张，运动家的精神，老师，你手在抖，你手紧给紧准呢。好了，好了，不是的，这真的没肉夹，不信伯谦，我们把它夹回来。好，然后看谁的时间快，对不对？来喽，其实等一下你要底细快时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这样不行。等我看，跟你可能没有那快。哎，明珠纯亮亮哎，为什么夹不起来啦？不好意思，这个落差是一盘跟一颗的差距。47秒，我第1名吗？谢谢，我1分吗？我会得到1分。姐，你太烂了吧！巨烂呢。好啦，哎，我不晓得我这么会用筷但子。是你可以被封一个用筷王。好啦，keep 转啦，keep 转啦，keep 好转啦。開心哦，我好開心哦！風吹係72秒，南吹係54秒，鼓手 TVB 哈，南吹得到1分。排 C 了，排 C， 排 C， 排 C。但是主持人的部分係風吹得到1分。好啦，馬上來進下 TVB 哈咯。進群組吼，等下頭娘睇下就會了解注喵哦。到底又近也又準嗎？最接近150公克總重量，該水哦是讓嘞得到1分。好，大家應該走對啦，因為一 game 就會600公克啦，對不對？自己抓一下。好，來，老師先。那你自己要掂掂量量看嗎？這個你不用拿看嗎？他用看的就好呢。他比較厲害。一刀，好來，我們已經切了，兩邊差好多老師好哦。明確，但你們是要用哪一邊呢？對啊，對啊。了解嗎？好，然後那再換下一位，對不對？好，來，好，交換 T 一位。聖賢老師，聖賢老師，來，蘇小姐，蘇小姐，你可以切掉。呀哈嘿呀的，你現在是哦，你們現在那一塊這一塊，看你要加要減，感覺一下，感覺一下。好，來咯，熱到天哦，熱天的是總得天痛了，來開始。你就在口感數一下，沒有時間壓力，沒有時間壓力，不要害怕。先掂量量看要不要？是。哇，他跟阿妹都死哎，所以是這2塊嗎？好。好緊張哦。你用撒切的，我以公分數來看，好像差蠻近的。假使吼，等一下最尾的結果吼，2片都非常接近，哇，那真的太好看了。這是以後買菜一定帶你們去。我先歸零，不用多量。注意夾圈哦，就正負值啦，對不對？我們看，然後也請攝影大哥幫我們看一下，先看一下 T1的，不用說了，愛牛已經有29。哇，這樣才29，那我可以換放這一塊嗎？誤差值得6，錯，好厲害呀！不要那麼得意洋洋。不是彼此的誤差值啊，其實梁祝哦，有多麼準吶。好啦，泰卡都很比海龍王呢，老師，而且他最愛的是 Hello Kitty。有問題要問老師嗎？老師，所以你知道你在台上問同學有沒有問題的時候心情呢？心情很糟。疊上去沒差嗎？沒差吧？沒差啊，疊上去有什麼差？就好像94。對不起，94 94有不懂嗎？也就是差了56公克。總重是多少？總重是多少？150。老師往這邊。97，所以差只有56。我剛剛不是講56公克。好，我們94公克，好，換你們，再一次歸零哈。來嘍，你那不會超過150啊？先看第一塊，好，來，也是小塊的先來。對。33，你給我爭氣哦，全存希望哦。來，拜託，100嘟嘟紅。哎呀，被講。哎呀，被講。為什麼胃有點痛？你們好緊張哦！壓管有一些困難呢。如果差緊跟動圈吶。這個真的太難了啦！好，其實利用主意已經算是都蠻精準，很接差誤差值只有6而已。錯，懂厲害呀！不要那麼得意洋洋。不是彼此的誤差值啊，其實梁祝哦有多麼準吶。好啦，結
结论就是我夹蛋最快了。对啦，对，这真的是厉害。好啦，各种呀两比合第一已经比赛摕的哈，蓝水得到2分，恭喜！这个热身赛呢有一点点刺激，超热。哦，然后睇下先不用强松一下，今日要先看一下你阿子良师傅会两步，待会么个好料理，我来老太七个分享呢。主厨素卤菜。看到做蛋糕也得澎湃嘅海鲜哦，就提供阿子良師傅呢，一定要帶來一個清好嘅海鮮料理。唔過新嘅一季當中，除了師傅來表現4個料理以外，最主要係都要過程當中含加會有水湯烤，故實睇起來我認真來學習咯。馬上想問一下子良師傅帶來嘅菜名係乜嘢？今日要做嘅三文海鮮煨粉。嚇？三文魚唔是三文魚係乜嘢啊？三文嘿，較簡易。對茄汁青魚罐頭的稱呼啦，唔係尊稱，唔是尊稱啦，稱呼啦。啊，裡面準備的材料就是要三文魚罐頭，好，做茄汁青魚罐頭，三文，哎，嗰要水粉，普洱水粉啦，哈，嗰要鹹的，要中卷，啊要下公的，啊酸的、蔥的、辣椒的、青江菜、高麗菜，一定要有些薑嘛。哦，比較薑薑的。因為要三文魚罐頭，你講用蒜頭去炒的話，哈，嘅面絲會較冇壓吃哈。用薑麻的話，會留下海鮮的佢在面絲掉出來。這個是一個關鍵。是上當都會海鮮都係用薑麻，我就酒啊酒，去腥味，啊也會提下鮮味出來。泰卡都很比海龍王老師，而且他最愛的是 Hello Kitty， 是說真的啦。有冇想到你還有講幾擺？我冇想到唔會，不是啊，因為不同級啊，發現他臉紅嗎？來賓猛糖豆緊張了。哎，叫媽做乜嘅？照安樣哦，長得加椒啊，熱鍋冷油。等下留一五嘅，不用下意，啊留米回來。50錢啊，講嘢的。你講到青魚罐頭，大家又是糖果，就按到三文魚。不知道。我攏講三文係三文。我講也係三王。青魚是三王哦。俺唔知啊，以前阿婆都講三王。是不是因為客家人散鬼風？沒有啦。應該冇咁樣。那也要叫做三山魚。而家做嚟見剪哈。太低嘛，見剪出來見輕，其他叫我叫你劈開來，要純細細地像魚殺嚟樣嘅。哦，所以你就要見剪嘅，哎，就都得。我最喜歡吃這種魚了，因為它的刺可以吃。對，它的刺是可以吃的。我切多切。做法俾我切。像我傾向嘅。哦，傾向嘅。拍嘅部分啊，係傾向。哦。主要就係嘅三文魚啦，其他嘅海鮮可以放定。因為蟲嘅留一得這位哈，切絲啊，等下要變到清淡過嘅，帶一些色水出來，安尼聽咧。葱絲浸過水哦，它就會 QQ 的。對。因為把三文魚都不卡，還會再加工料理的有嗎？會不會再變四王嗎？青壽司的。青壽司哦。現在大部分都吃新鮮。會嗎？配粥啊什麼？也係老阿婆以前面是帶出來不太解。哦，因為阿婆都校係梅頭。係，因為以前我這片真嘅我買嘅真嘅難，連荷包都難。哦，係哦。大夫雞片係要學埋個準啊，準係難裝。剛學英姐好生氣哦，難裝啦。有啲吧。老師，你係沒有拎奶豆嘅爸爸媽媽？那我都沒有你帶過誒。吃一些調油啊！你有飲整糖嘛？吃調油。有飲整。剛剛有答案嗎？從裡面有答案嗎？等一下來聽嗎？就是這吃調油而已啊。我解下。解下。加嘅米哈，係變下來。哇，靈魂精華。冇大蒜啊！這個如果來弄烘蛋也很好吃。烘蛋哦，對，烘蛋也可以。過來變一些自然高湯哈。自然高湯是水嗎？滾的水。啊？滾水啦。像滾水。啊，用水唔會溶豆哦。唔係，因為係一樣，因為水分係變下來了。天啊！而現浸過水嗎？你下水？也有浸過誒。
浸口水啦，浸差不多10分钟就做对了。你都有认真烫冇啦？有啦，还是想要出题目了。风水会加油哦。天长度老师哎，老师很少被考试哎。总言之，家夫妇就会摆好兄弟啦，太家人几乎就会拿米粉出来摆啦。好，摆呢就味道的本地里头，做嘛怎样来用呢？好，A 深度转的路 ，B 被打包贡品师傅用 ，C 标下牵挂。第一，这个打包应该是张妈妈才会有的习惯。我好像知道哎。好，先剪刀石头布，好吧？我们先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咱水线来讲。红队啦。生气。风水上的是嘛改 A， 找到回家的路。深度转的路，咱水个阿姐上的是嘛改？应该是 C 放下牵挂。我也是 B 先删掉了。打包的话太实在了。你的是什么？因为他们喜欢吃米粉，因为他们新竹人。答案是 B， 做嘛会系 B 呢？古狮头的人啊，哈，佢想象力当丰富啊，部分嘢俾那个模式睇嚟，打包在演示啊。哦，又好上面又好歹啦，而且很早嘅专业行做起来。嘿啊，你看，还在世的时候也要打包啊，狗训剧很会打包，客家传承，还有模粉哦。OK， 刚唔过刚下呀猜题的当中，这个锅子有动态嘅变化，虾子已经开始跳舞。虾子已经长得不像虾子了，对，他会劈腿了。刚刚呢，我就不用หั่的，不用高丽菜落去，都不用洗盐。啊，等下吃一下米线，配好的差不多了。下工的调调，现在会当标下一下。哎呀，下工的啊，就是都要背一片搭一只孔的，穿那个碗的，听大家摆起来会较正。这样子，它破背，对，破背呢，再挖肚，哈，滴肚丝俩，肚丝转过去，拉下过来。哦，因为看大摆盘做的时间，下工都变短用的呢。本去带转去的。真的要带转去哦。免啊，标唔到嘅啦，啊，因为落去嘅时间来唔使。唔会啊，没有人在赶你耶。对啊，也标一些负责混哈。好。哇，这个压力包太澎湃了吧！而且你这样都不卡起来煮面色就都在那边啊。对啊。大家注意下，差不多开山落去以后，差不多2-3分钟就好了。哇，很强哦！看看有还会摆盘吗？会啊。隔壁讲什么有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？没。老师，所以你知道你在台上问同学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心情很糟。那干嘛的？蜜酒一些些的哈。全家。哎，这个我们另外要加酸吗？没有加酸，因为你头发豆本身就有酸。因为你刚刚这样远远看是很像拉沙面。对啊。没有，拉沙是新加坡的，又不同国家，见到粉的留起来。酱基本面配了。就按你来摆摆，按你黏黏。哎，这个在家里面自己 DIY， 其实很简单啊。对，就没大枪是给3本蹦翻的哈，豆腐卡迪度做气咖了之外，下蹦牌啦。只要有一个锅子，要得抢出来都偏偏啊，对不对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哎，这个我觉得缺一个味道哎。雪玲姐当然会讲负责不有某咯，因为我刚才抖咯，故意把它差一点摸脸呢。哎，他出国不会带一些常备药，他带胡椒粉。对，黑狗鼻通嘎哈，胡椒粉准备3针，请露出你阳光的笑容。这可以吗？里面3碗海鲜微粉。安永去后塞喽。妈呀醋，梅子醋，是女儿醋。哎，怎么了？没有啦。莱尔有吗？莱尔有来吗？没有。偏心啊！那我们这个有准备多一点量，我先吃一点点起烤吗？你吃又不准，挺憨哦，挺咸哦。哎，那我算。你要去掉它的壳，再去掉里面的皮。天哪！所以这是很难的，比夹鹌鹑蛋还难哦。送你们哦。刚有人在呛我啊！刚有人在呛我。
大家看下来试试看呐，一个三王海参煨粉。哦，对对对，香哦，还有暗香。哇，汤头超赞。先喝汤对不对？汤头超，我身体贵少呢一个。汤头海参的香，很赞。好好吃哦，吃，很香。好鲜哦！简单到都要给三王配罐头，但是它一样有那种像新鲜海产的鲜味在这里。那不能见到冻出手，唔会呢，唔会啊，唔会，冻好食。好神奇哦！那条前鱼干有那个干吗？没有，就这有今天。虽然是管头的料理哦，但是它做出无菜单的等级，动厉害。两位啊，这渠道嘞？我感觉吼，我咧讲是主本，我妈妈吃可能咧炒白的味是，我不下炒白咪用像係三王哈煮面，老师煮的好就不用海鲜，所以海鲜味很好，很浓郁，但我是。亚拜师傅呢，正经都有生意，跟他一波，可是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有一米下锅，嘛跟海参猪都要低度，而且呀，他都不卡低度，没做了吃周坤呐，但是啊习惯的这些青鱼罐头啊哈，过来周边吧，就变成当好食的一个海鲜炊粉咯，都不卡吃周坤呐，不过两下太近啊，吃饱都是小暖起来过后。老太太讲一下，加头前呢累积下来嘅吧，目前蓝翠2分，凤翠呢哈还没有得分，但是最后一关呢有机会反败为胜，拿上了金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翠这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喊听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。兩下日日拿出日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也係最杯米一關嘅哦，看一下家家出好菜都帶出嚟，乜嘅好料理，先來看一下鳳翠帶來嘅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是什麼？茶油，茶油。唔係副茶油對不對？唔咩？冇用用哦。跟順豐係加茶籽嗎？嘿，用下去摘。嘿，可以跟大家說一下，這是什麼的茶？包種茶的茶籽。包種茶，文山區那邊，是的，正到我們的母校啦。對，快叫媽媽。那就是正大油嘍。哎，正大油，哦，這麼大油，正大油。它很符合食農教育，裡面茶葉可以揉成茶，然後呢，它的茶籽又可以壓成油，這樣茶籽油跟一般的苦茶油比較不同，因為苦茶油的功用只能榨油，對，這個又可以做茶，又可以做油。啊，做得啦哈。好，該用一個這麼珍貴的包種茶油，帶了最杯米嘅料理，菜名都乜嘅？茶油泡好雞。茶油泡嘅完全沒吃過。不合嗎？對，哇，好期待哦！聽起來很創新。第六種嘿，包種茶，就是希望這個比賽可以包中。對，沒錯，哦一定要帶到6分。來最後一關了，兩位老師對着鏡頭說：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來看一下咱找兩邊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梅兒醋。梅子醋不是，是女兒醋。哎，怎麼梅哦，梅子，奶兒有嗎？奶兒有來嗎？沒有。偏心啊，偏心啊！哦，該梅兒醋，哎，梅兒醋醋凍好鮮哎，尤其那個夏天啊，沖一點冰水。對，另外弄一家做，該梅兒醋吼，弄前用愛用撈該款的芒芽。芒芽是麥芽嗎？麥芽。哦。加成點米醋，變湯。泡水磨而4個月個，當做啲醃。4個月。而4個月做酒，冇有酒咪窮到。嘿，你看，凍酒以前是開始咧準備兩罐比賽咧，所以等下會撈兩梅兒醋吼做個料理，全面按到乜嘅咧？鹹菜。鹹菜魚，不過用係梅兒醋，係哦。來把老給綜合一下。哎，凍神奇哦。來，最尾一罐2、3煙，2位美女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高手的對決，好，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了！哎，今天的高手過招啦。對呀。
而且我很想看看那个包种茶油，不然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 OK，吃这样我很想闻闻看呢。老师，我们太好奇这个了。像不像？这将来得看一下哦。好，闻闻看。有。我刚提款啊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做水滴嘞，弄1小勺。没，你做水滴嘞。茶油是不是它可以直接这样吃嘛？对不对？可以啊。是，那不够多，健胃整肠，直接喝，消炎抗拒，对，对肠胃很好。老师，我直接喝哦。对，你就咬一口，你就咬一口。哎，琼，哎，你走主机哦，很常熬夜，身体容易发炎，可以补充一些优质的油。对，老师，我要买这个油，没有在卖，好香哦，要到平林农会去买。哦，平林农会就有卖吗？对，从没有买耶都，借我看一下这一整瓶的吗？来，是的。哎，很棒哎，茶籽油对身体懂厚哎，好香醇哦，我立刻回去要订购。香落啲食到嘴尾時啫，話有種甘甘的味。老師，但是這個有什麼藍點的問題嗎？有，它230，其實它的藍點還蠻高的，230，對。凍奶竹啊。對，號稱是那個台灣的橄欖油，又可以涼拌，也可以煎煮炒炸。是因為這樣你們倆皮膚才那麼好的嗎？難怪叫做秘密武器。老師，你們保養品都擦油嗎？我們都喝油，對，所以才會這樣的身材。沒有啦，以前人家沒開玩笑講，哎，你是不是 SK2 都用喝的？對，一樣，吸收比較快。我們客家人不是喝豬油，就是喝茶油。茶油，或是茶大蒜，種的大蒜。哎呀，全部會是太。媽媽有搞嘛？有。我們今天還帶來就是我自己頂樓種的薄荷，對，超香的。這個是台灣種的那個台灣土薄荷，然後這是超香綠薄荷，對，這樣搓一搓。很想立刻來一杯 Long Island。哇，這是口香糖本人吧？請傳遞好。對，親見。對啊，這是口香糖本人是這個，是綠薄荷。不一樣嗎？對，都不一樣。這個是巧克力，不一樣的味道。喜歡。對，要抹香庸。那有老師有貓薄荷嗎？啊，有貓薄荷，可是今天沒有帶。對，貓薄荷是給貓的嗎？對啊，貓就是會很開心，很喜歡，我很喜歡這個。雞肉，對，老師你要正面放下去，對，為什麼不是皮那面？讓它吸點茶油。薄荷雞哦，來替白色豆。今天帶來的茶油薄荷雞，最主要都是雲嘉南這邊地區老一輩的料理。它現在薄荷已經放下去，我們等下回來應該味道會進去。我們等下粘鍋都正來。好。阿珍來了嘞！我們是看哪邊澎湃，我們就過去哪邊哦。因為應該款嘅有冇按台地哦？有冇嘅啊？放氣耶啊！這是什麼的？鱸魚。那這個魚先摸狗粉摸入狗。因為是在染發，做一些染發。先給它這樣煎到上色。對。做乜改不尬球豆腐呢？还没有动，那是白豆腐，就是让它吸收这个汤汁从下去。莫打手。哎，就像用包的那种感觉，像煨食堂这样制服的，我煨那个粉安虫鸟一煮豆腐，一起吃到鱼的味道。其实两下东西行哦，你地毛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吃那个东北的酸菜鱼，对，台湾起刀，我们客家的酸菜才是最好吃的。跟肉芽，好，那个客家咪調啲唔係調啲滷嘅，呢個係唔有滷嘅，滷到吼硬絲摸好。那我们这个有准备多一点量，我先吃一点看看起口吗？你吃又不准。哎，来又是够。挺憨哦，好，挺憨。哎，那我算。没有，现在真嘅我都上虾有吗？吃甲中哎。就是你常说在人家明冲底下偷出来那个最好吃。真嘅，黑狗都赏识地度太凉了，做嘅法哈，用的都冇吃甲嘅，对，它是。气感不卡座位，叫他锅会开小，叫他又相信还是班养的阿婆的时间，我就会去一些那个就是农产品店卖转来，咁我该梅头完全冇法度。系啊，所以我直接下老天就會炒。對啊，掉鍋會打乜橋？掉，我亂嗰種啲我未掉，要掐起來啦。
没有，没有这么大的空间。没有，英文我猜。以前老师下坡咧下手深度咧，係啊，慢慢會抹起嚟呢。哦，問一下，嘅攏哦，煎好以後，係咪做乜嘅？煎豆腐，主要是像用下煨煮嘅時間，會難睇嗎？鏘鏘哦，因為要對它溫柔一點。係啊，鏘鏘哦，那這我可以，因為我很醜，但我很溫柔。你自己說的。好啦，等一下呢個都出嚟哈。好。老師，你轉來咧。哇！董香没有薄荷香，董香。我觉得很有那种西餐的味道，是，但是茶油又很中式，对，所以鸡肉的调味啊，就只有盐而已，就是不能酱油啊那些蒜头、辛香料太多，因为像那个茶油，它是比较淡雅的清香，然后薄荷也是，云嘉南地区只要过年过节就会煮一个薄荷鸡，然后今天没办法煮一个全鸡，所以我用鸡腿来替代这样。本来是全鸡的，对，是一只全鸡，对。然后塞进去它的肚子里面，这样对。对，是米头了。这是南部的老台菜。对。刚刚给有黑马给调味嘞。这个是香草盐，茶油在制作的时候其实很麻烦。你看这个，来，你先剥剥看，你要去掉它的壳，再去掉里面的皮。天哪！所以都是很难的，对啊。你看一看，比夹鹌鹑蛋还难哦。送你们哦。刚有人在呛我，刚有人在呛我。雪玲姐有再三跟你强调，这道菜如果再加胡椒粉，有点怪了。不行不行不行嘛哈，这个你就难得呢，认识你6年，第一次不行不行。谢谢两位老师，我去救一下蓝队。马开局是表尊崇。蓝翠亚哈得到6分，凤翠亚哈是要继续加油，有一点哽咽哦，但是太好吃了。你先剥剥看，你要去掉它的壳，再去掉里面的皮。天哪！所以都是很难的，对啊。你看一看，比夹鹌鹑蛋还难哦。送你们哦。刚有人在呛我，刚有人在呛我。你要全部用鸡皮。铁板还用笋啊吗？用鸡塞手啊，用烤啊。用烤啊。哇，谢谢赵茶志噶哈，懂辛苦哦。爸爸妈妈看到亚西一定很怀念，还有半夜的辛苦嘛哈。雪玲姐已经滴。有哦，有炸锅，茶志有同志，全部没有炸锅。啊，都有嘎料嘎面线哦。是啊，是。等下要给用前后哈，它干饮哈，就一点都不浪费，然后拿来搅那个茶油拌面线，嘿，茶油面线，还要不动好吃，超好吃。然后还加上这个枸杞，枸杞酒，泡米酒哦，泡米酒，泡上面。你最爱的中了，有哦，真的是包中哦。对，可是雪玲姐有再三跟你强调，这道菜如果再加胡椒粉，有点怪了。不行不行。不行嘛哈，这个你就难得呢，认识你6年，第一次不行不行。这个基本大的，对，味道会不合。海嘎等一下冲泡的是就是等吃了，太棒了。好，谢谢两位老师，我去救一下蓝队。马开局是表尊崇。两边没动展呐，你看。哦，这真的是酸菜鱼汤哎。就走发绕该东北的涮菜，完全不同样，客家人来。对，走发口那是四川。不一样，他们用泡椒。我们自创的。我看他们还会呛那个什么花椒，是不是？花椒有，但是就变很油。他们是最后会烧那个花椒热油，然后辣椒油，它3种油，直接烧一下掐起来呢。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。不是说给米黑讲湿度会把蒸饮温那个。因为油的关系啊，都冇食慣嘅味，對，但是佢就本來就是油啊，對，佢就本身就是都按油啦，台灣也是冇按油，是冇按油，我們只吃豬油而已，是較清淡，還有油蔥酥，哦，還有油酥，哎呦，兩步笑一下哦，這是天然高湯嘛，哈，天然高湯，自然高湯，哦，姐姐，你手動油嚟咯，那手冇力。
卤嘞，特别的技术是做在了两技术。大家试一下味道哈。登记注意下，登记注嘿，注意下，最重要冇有煮芒饼啊，那种难做标，重的，选吃尽量冇煮到最后，但是人家提醒也好，因为今天的主告系俩冇要煮，所以等一下第一凉沙起学期间，他们会先喝汤。谁说的？我觉得我已经有预知未来了。师傅一定会说有没有融合在一起。但这个家也点的副教粉是走的，不行，吃哎，怎么吃？摸合嘞，哎呀，我是先确认，因为我很怕他等下拿这个来。对啊，而且你们前面已经得2分了，现在老神在在，你就算不要再加梅子醋也会。来让你讲哦，没有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待会哈，就算得4分也有机会赢。哦，是放心的哈。我就想说，莫专门食材料嘅酸菜鱼啦。没啦。这个客家人哦，客家咸菜啊哈，莫讲只有煮汤，也蛮爱是想讲那煮煮豆腐哈，又很方便。嘿，错。那煮好哈，咪清茶饭啦，讲实在。好，等下还有乜嘅咧？一邊香菜、葱花。啊，除咗邊上去就好了呀。很不用嘅油效果嘞，有效果吗？哦，那个冲落去啊，它没有热，油没有热，油没有热。平常是2个菜煮下久掉，跟5个梅头，然后跟豆腐、咸菜味道上融合。唔怕唔怕，哎，你睇下地嘞。那个醋呢？醋啊，蒜子的部分呢？要起来的时候再加抹盐醋。好。那我们先去倒数，今日就天天報號。天草馬蘇嚟到身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啊！最杯米館，你冇開料理，佢斬到呢？最杯米馆，台下都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了，跟他表现的够长哦。这里面不然你有动态的学习。我们现在吃吃看红队的。好，这个，哎呦，用茶油来做薄荷鸡耶，而且吃了会包重哦。那第一拜是都用薄荷去包给你哦，我没有想到薄荷可以这么入味耶，而且茶油好清香，没有负担，是香的。还有那煎的盖皮哦，那个鸡皮好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叉叉的，所有都是好的油脂。师傅啊，你们那样会不会太小口？不会啊，够品尝。我觉得会呢，我会，我也会。里边还有那个香气，现在很 Q 哦。对，还有个盖下就你有试吃那个叉油嘛？其实尾油叫浮干，但是它如果煮到菜里面就寸干甜甜。对，它的浮味不简单嘞，对，厉害，煮够还有。哦，大家都是香香啊！大家讲，想说还有多的吗？但现在厉害来喽！好，咸菜，有冇要煮来做哟？来吃吃看那蓝炊耶，这我要从哪里开始吃？先喝汤，对不对？汤。哇，汤赢了。同條同針掉，迄個寒天來食你8號，10分的小暖，其實很清爽哎。在家里煮的話，要煲久一點，那個湯又越濃。哎，其實2下就煮到啪啪的啊，有煮到白湯了。但是魚肉剛才有先煎過一管黑，如果看來煮，家底都有嫩嫩那樣的，這個吼可以吃整碗。唔過太氣噶，食到不講喺風吹，也藍吹都按我喏，行喺可以啊，師傅用嚟評分咯。先保本台氣噶，藍吹呀哈得到2分，風吹呀哈是要繼續加油。有一點哽咽哦。但是太好吃了，大 A 啦排水。好，鼓手呢呀師傅，搶本風吹，3分，3分耶！滿分哎！我們壓力大了。我有哎呦。真的有良心啦！忙結束哦，忙結束哦。好，2下都看下藍翠得到幾多分？4分加上加下2分，6分平手。哇！我本來以為很難反評耶。哦。師傅一定要好好跟我們教導一下。不要說教導了，大家2隊啊哈做的真的都是非常好的。為做嘛？為本風吹3分呢？因為風吹嘅見面嘅個料理，當酒是煮炒嘅，跟米是
连个鸡肉的馅头就含有个薄荷香，里面薄荷的料理跟苦茶的料理，你有个这香气又出来，啊，煎了有个又擦擦，安尼吃都真的是非常完美的，真的很完美。咱阵安排谁呢？我们煮了咪真已当搭面，现爱讲因啦吼，我为了用一啲姜嘛。姜嘛，姜嘛，就那个姜嘛，很有啲的素馅，差一点点啦，差一点点的啦，姜盐啦啊，谢谢。好，两个都讲看。我主要我先风吹三分，係因為佢所有嘅表現有對到嘅一催命，佢有薄荷汁，有薄荷米絲。佢呢，佢煎到皮擦擦，而且唔會燙肉。對。好，個第三道就會加茶油。確實係加秘密武器，真的。當清雅的米絲都弄有出來，所以我現在3分。啊，一邊酸菜魚呢，我吃到中央、北央都做得到好。我做台喺大餸度就是講，天然秘密武器，那個梅子醋我吃到磨到提味，所以我真會朋友2分，謝謝。不是大紅料理哦，你吃吃。可以了，都懂后生。可是师傅怎样可以让我们再更进步一点？鼓手喊一百，做得再接再厉。对，过来继续来比赛。申梦师傅马上来你出来颁奖嘞！耶！来送上的本期家因为授予给参赛者真劲同用心，每一位我们从开播到现在。搭拜来都位来宾都让我们非常惊艳，成绩已經出來耶，2區都係得到6分，鼓手今本日2組都係第一名，先來恭喜彭翠得到前5萬元嘅加菜金，恭喜！祝你先生，然後咧看下咱翠的一片哦，因為平手所以得到係未係1500塊嘅加菜金，厲害厲害！沈龍彭翠呢2位老師今天是特別抽空，因為通常這個時間有教課，先來請老師老太家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？哦，要不要來出到懂後教，個教都懂得後朋友。最主要還是希望大家多支持台灣的農業這樣子，然後就是平林的茶油哈，然後台灣的薄荷都是很美味的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謝謝2位老師。謝謝。3下都有問一下吼，你看都比賽當中，就是我們玩遊戲沒動厲害，結果咧煮出來沒動厲害。乜解做吧？唱唱歌咩動好啊？係啊，還會唱歌。係咪唱歌？係啊。有咩會跳舞？歡迎大家台北客家人吼，到嚟參加客家衝陣會吼，有青島嘅客家班唱山歌、唱民謠，把客家人嘅精神吼冇忘記。努力來傳承講客家話。你托阿姐今日要買感想，想嚟撈大家分享。請歡喜，請感謝。哇，你托阿姐，你現在是累了還是有點走心？他要用唱的比較順。好了，感動了，下次再來。好，用。客家料理呢做得有青島中嘅變化哦，鼓手呢太敢莫不一般吃到的客家料理被局限掉，所以你呢運用你菜體嘅好食材，加上人嘅創意落去，各種客家料理都會因為人嘅創意有新嘅變化。係啊，觀眾朋友，看睇210以後吼，我相信所有嘅大家性感度都有一感同，所以講，假使你係台北嘅客家人哦，可能你嘅客家文化當然咧，我透過210嘅感覺，你覺得可以再來講下哦，來做客家嘅料理，都是一種接近客家嘅方式哦。鼓手呢，不一樣睇起家不管都哪道味嘅，你一家之主都要道味等你向下來分享你本你感同嘅好美食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來報名哦，夾。